西南气流减弱，气象署中昼解除较大规模大水雨作业。气象署指出，讲7月2日开始，这西南气流大雨事件正罕见，那影响的时间长，范围搁伫咧中南部。这高雄、屏东的累积雨水量特别超过木栅溪洪灾，也就是28年来连续7天拢出现大雨以上的雨水急数。 台电工程车因为强降雨调在路中，车辆拢看无。为7月2日开始，台湾受西南气流影响，有2波强降雨高峰，先是受第8号风台外围环流甲第1波西南气流交互影响，家己高频雨势剧烈。8月初开始，西南风阁增强，阁倒来第2波落雨高峰，甲历史上极端落雨事件相比，这波西南气流大水雨伫高雄六州总雨量2819毫米，就要接近2009年莫拉克风台的2823毫米，家己1840毫米，也特别足平去年开灭风台记录。这一波西南气流因为影响的时间长而造成的总累积雨量，已经非常的惊人哈。南高屏基本上山区都已经超过200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。 这8日，嘉义以南山区有连续性强降雨，台中以南平地有第延时强降雨，南投甲云嘉南高屏有17乡镇拢达到超大水雨。嘉义太保市雨量上大123毫米，连续7日测站上大一雨量超过200毫米，也写28年来历史纪录。第一次连续7天单日的雨量都有超过 200毫米，也就是都有达到豪雨的等级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总共发布了181次的强调短延时豪雨的这种短延时雨势的这种大雷雨即时讯息。今麦西南风减弱，雨势也转好，不过气象署提醒，测试依然受西南风影响，高屏山区也是出现大雨大水雨，配合台中以南地区也阁有局部大雨。 还是要留意，在整个中南部地区断断续续还是会有一些阵雨跟雷雨的发生，特别是在清晨到上午，可能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。一直到7月各地才会开雨热天，中昼过后雷阵雨天气形态，这摆西南气流影响台湾时间较长，也雨甲的站从有史以来7月份上少1周时数记录，敢若116.7点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